哇，歌4分钟啊，听一半就好了哈。随风飘落，无情的海岸，有叫你甲阮作伴。天顶的变化，就亲像无声的电影，一幕幕地伴，一份唱袂出的悲歌。想问我，阮心酸，也是问你来。阮的过去若是不堪回忆，你敢会了解？所心酸，也是所好，这条歌当然我毋是头一遍听啦吼，我足早我就知影这条歌，而且我定咧听。较早要踮咧 YouTube 找这条歌，其实是找无的吼。后来有人搭这影片，这段影片佫是较落尾才出来的影片吼。但是拍播这个罗马尼的歌词，可能佫是最近的代志尔吼。佫较落尾的代志啊！我看伊有写，这2年前打，伊有写讲伊歌词是用教育部上书店去测出来吼，所以即嘛愈来愈侪人对台语的重视，伊会想讲我要去测出台语，要甲伊音拍准安尼吼。当然最近迄个黄林芬的新闻吼，所以足侪人。就开始，我伫咧做咧，吼，足侪人咧讲台语吼，但是我实在足惊吼，因为变成讲，甚至我感觉，这是毋是一种回光返照？你知影？这就是要死的语言最后一遍的精神安尼吼，真正无希望是啦吼，但是吼，其实根本的代志。无解决，根本就无法度，困难足大诶吼。当然我以向个性是袂去看困难都歹做吼。有缘怀抱希望啦吼。好，咱来读咱野城日志，1636年，咱11个读煞吼，要来读12个，就是讲1636年嘛，差不多要结束啊吼。我咧想讲，我可能爱整理一下笔记吼，甲咱过去读过的一寡重点，可能爱小写写，无实在是愈读愈侪袂记的吼。就是当时发生，大约迄头前，因为时间线伊是直线性的嘛吼，自较早写到
写到上落尾安尼吼，但是久来就袂记啊吼。好，1636年12月初1，派3只容克船载60支大叉吼，含其他材料去芒港。即寡是为着要建造伫芒港的迄个碉堡所需要的。咱之前我记得敢若是天雄兄分享的，讲即个碉堡后来就因为海水拍甲失去吼，到尾就无去啊吼，足紧就无去啊吼。12月21，伫咧议会呢，决议要命令大船 Nordwick 号装坎保利亚所需要货物来出航，去遐要载米、安hiệu香，这啥物件？树咖以及5方驻在伫遐的人员所会当取得，而且已经放伫咧仓库里的其他的物件吼，因为对此地派船去，比对巴达维亚派船去送去搁较好吼。有感伫要利用坎保利亚河上北的潮流，安尼会当速得70海里的航程，就要伫咧12月、正月、2月到3月利用迄个海流吼。若无迄个海流，就要分散方向。今仔日有5只贸易的容克船对厦门来台湾。同齐载来2600担的砂糖，100箱的金丝，30担的茶，20篮的丝质布料，甲200支的叫啥花盖，200支的花盖，敢需要用遮侪物件，遮侪支即个花盖。当然，这花盖是翻译的吼，实际上是啥物件，我嘛看袂出吼。好，咱继续看。12月初4，无特别的事。初5，对厦门有4只容克船载盐甲米来台湾，要来福尔摩沙南方掠鱼。今仔日有23只容克船，为着要掠鱼，前往打狗。12月初6。有7个新仔人，就是此地居民，被其他的新仔人掠掉咧。被控就是被指控啊，人讲伊是立体窃盗吼，立体盗窃啦吼，去共偷来物件。偷走一个新仔商人合法拥有的1400两丁元。迄寡丁元是迄个生意人出售所运来货物，互公司来对公司处置的吼，处置的即个丁元。昨因拆开一道德利巴亚通一面高砖墙，就是甲迄个一面一道壁啦吼，足高的即个砖仔壁吼，甲亚空吼。一直到入去，存放即寡钱的迄个房间内底，但是呢，经过由本馆法务议会议员组成的代表亲自侦查关系上述被掠的人的立体盗窃的情节以后，发现迄只是经由因的房屋出入。也发现讲，因当中的一个人是因为以早伫咧城仔偷窃过，而被掠着。阮伫咧侦查迄寡被掠的人的时阵，特别是对迄寡上可疑的部分，因的讲法差异真大，讲法差别足大啦吼。因此，阮为着要搁较确实了解。就伫咧迄个失主和对此无满意的其他生意人提供的所有的线索和请求之下，伫咧
当日对因当中的3个人严厉询问。虽然如此，因也是毋招认讲有偷摕迄寡钱，也查袂出因偷钱的迄个痕迹迹象结果如何？犹太时间分晓。今仔日派牧师 Junius 和中尉John Juriansen 做代表带领6、7个骑兵、15、6个步兵去烧人麦加流园和麻豆国庄头当地的居民，来展现阮的威望，并且去视察因，听因的意见，并且用真理的基督教义去斩断常常听到因的迄种骄傲的迄个气傲气折服因，并且甲因的偶像等迄角。今仔日也对厦门有下日的用客船来到台湾，就是有3只，总共载800担的沙糖、100担的冰糖、200担的青丝甲一寡布料来。一天掠贼啦吼！掠贼另外两件代志，一项是办一个即个窃盗案吼。另外第2项代志是牧师和算即个一手摕圣经，一手举枪的吼，直接去庄头示威吼。12个初7，上色商务员戴克对芒港转来到台湾遮，伊是被派去遐侦查迄个暹罗人和因的用客船的。伊报告讲，有一只载着粗灰的用客船对西纳沿海内芒港入港。迄个暹罗人就对迄只用客船提出120捆的灰无载任何其他会程的货物。伊伫咧离开芒港的时阵，捌留下清楚的命令，互派驻当地的荷兰人，要写批来告知暹罗人详细作为。好，读个12个初8。昨日被掠监禁的迄寡西纳人，就是迄个窃盗案的吼。伫咧同一日，上述有关事情的迄寡人，当中的2个人，因为受害者的坚持和恳求，乃再度互伊搁较严厉的拷问用刑的款希望会当查出，就是甲迄寡钱藏起来所在吼。但是因犹原坚持无拣出来啦吼。今仔日有2只用客船带着合适的通行证出航，要去丹角掠乌鱼。初9。有一只用客船对厦门载盐甲米来台湾，要来掠乌鱼。12个11，牧师 Junius 和即个中尉John Jurians 转来到台湾，因伫咧本个月7号被派去视察邻近新港北平迄3个庄头。就是烧人、麦加流园和麻豆，并且去遐去甲因的偶像甲等迄角。因报告经过的情形讲，因首先
乾隆小人伫个本9月7号迄天暗时，到位吼。伫个迄个庄头过暝，受到该地居民的欢迎，并且按照因的风俗吼，温群来款待。过堂日，即个代表处理了西那人和小人中间的问题甲意见，互所有居民拢满意了后，就继续因的行程前往满岛。伫遐看到一切安好就绪安好就绪，也受到当地居民按照因的风俗热烈来款待，并且受到因真亲热的饯别。伫本9月8号暗时到目加留湾庄头，这是即道出行主要地点，就是要去调查当地居民的情绪，调查因的偶像，并且要甲等迄角，爱甲因的心转移到真理的基督教义，万世性命之光。结果因表现了真心甘情愿。迄个庄头拥有的160户，拢真阿萨利，就甲所有的偶像以及副上拢提出来交互上述的代表。这项代志进行了非常顺遂，就答应因伫个最近开始要来向因施行基督教的教育。基督教教育吼，伫个甘为恁所翻写迄个初代牧师康迪迪斯所写的台湾宣教之成功内底吼，拢写甲足清楚的。到时阵咱再来读啦吼。因为安尼，伫个牧师 Junius 的陈述之下，长官阁下和现任的议会认为讲，为着要去拓展神的即个工作，有必要派上司 Junius 协助牧师 Asuarius 去遐来养饲迄寡枵喙焦的心灵，一直到上司 Asuarius 完全知影当地的语言甲情形，会当单独伫遐做工，会当奉命伫目加留湾代表公司来做工，继续加添基督的羊群为止。为着即个目的，上述 Junius 也授权去互该庄头建造一个竹仔起的即个厝，要用上少的开支，互公司担负上轻的负担，去建造迄间厝。以便会当有适当的所在，通顺利来开始伊所有的工作。今仔日有2只容克船结伴出航前往厦门，所在有一批鹿肉，和一寡其他的杂货，也有6只出航前往打狗去掠鱼。12月12，有一只容克船摕阮的通行证出航前往厦门，再有一批鹿仔肉和其他的物件。12月13，有35只渔船对西那沿海的几个所在来到此地，来到台湾遮吼。也有一只容克船对厦门再初回来到台湾。1636年12月14，迄只伫个11月25专工对遮派出去，伫南方拥有17个庄头的龙桥省的容克船，载着该省的君主，由伊的兄弟、因兄弟，等下吼，君主即个注脚写讲是，当时荷兰人称龙桥为省，称龙桥是一个省啊 ，province。
青龙桥的首长是君主，看得出讲对龙桥是真尊重吼。我记得是伫咧历史内底一直讲龙桥是伫咧台湾因所，毋是台湾，伫咧 Formosa 因所接触到的原住民内底，算文明程度上悬的吼。好，啊，顶个月因即个龙桥派代表来拜访荷兰人遮嘛吼。所以即马因派一只船载一寡人，该省的君主、兄弟、因兄弟等等，啊，搁一个议员，甲30随将陪伴吼，载因来到台湾遮，要来函阮地定以早所捌提起过的完整的合约，因所有的人拢由长官阁下来接见欢迎，甲因款待，甲因非常的满意。今仔日有一只洋客船对澎湖载一碟盐甲米来到台湾，今仔日也有12只洋客船出航前龙打狗，要伫咧即个乌鱼季节去遐掠乌鱼。12月15。有5只洋客船对厦门来到台湾，总共载了900担的砂糖、8九担的青丝、600箱丝膜仔，含一批粗肥。12月16，议会决议。大船 Nunavik 号要派往柬埔寨，洋客船巴达比亚要派往暹罗，要准时伫本个月20号载着仓库呢，已经准备好，并且已经写好物件，号码要出航，袂阁拖，袂阁延前了吼，也无要听候延前着的迄3只，或者是阁较侪洋客船吼。迄寡洋客船本日后已经被飘过台湾前龙南远去了，并且决定讲要命令下设商务员 John Hendricks Crocker 坐 Norwich 号前往柬埔寨，要去遐从事贸易。万一上设商务员 Jan Dix Van Galen 过身，干吼。注卡讲即个Jason Van Galen 是德尼福德人，1634年以上设商务员出国，伫咧奥姆苏拉特和波斯工作。1636年到1638年伫咧柬埔寨、台湾和日本咧工作。1639年转去巴达维亚，担任法务部会议议员。1641年担任出纳主任。1642年8月担任指挥官前往沃亚。什么所在？1643年坐巴达比亚号回国。1646年10月30日，伊伫咧汉堡过身。好，拄则讲1646年才过身哦，但是即只毋知啥物原因哦。这10年后才过身，即嘛毋知啥物原因。讲万一上设商务员吼，若过身啦吼，伊捌奉总督和东印度议会的命令，要伫咧大船 Old Water 号对遐运河要前往巴达比亚的时阵，要出发同齐去巴达比亚。Crocker 是另外一个下设商务员哦。
将单独要继续留伫遐从事无益，或者是真紧来处理无益的信息了后，就要经由巴达维亚转来台湾，提出详细报告，以便将来会当搁较适当来派船运河前往该处。什么处？什么倒来？好，此外决定要交互努瑞号的船长和要员的指令内底，要命令因伫个距离坎保迪亚河约30海里的所在，拄着所有载有丰富物件的船只，无论是要进入该河，或者是要对该河出航，就是迄个坎保迪亚河吼。不管是要入要出啦吼，拢爱甲因攻击夺取，但是对迄寡无利可图的空船，就要互因通航过去。议会委派商务员以联系稽查官去处理2件已经发生的凶案的刑事案件，用以按照应有的程序依互受害者的权利。今仔日有6只容客船结伴出航，要去东港掠鱼，同时有4只容客船对列屿来到台湾，再有盐甲米。今仔日后下列容客船对此地出航，就是一只载着一寡鹿仔肉和其他的食物，转去厦门。有12只船同齐出航，要去掠鱼。9:59。我甲来摕一寡水吼，来先休一下1分钟。12:16，过来12:18。有一只容客船对厦门来到台湾，载有90篮各种丝质布料250担沙糖，甲一寡用来要制作糖桶的茶帮。今仔日后一只容客船出航，要转去厦门，载有盐、丁香和其他的商品。12:19日，有一只容客船对厦门来到台湾，只载有要用来制作，要来做即个糖桶的茶帮吼。后2只容客船对闽港前来此地来申请通行证，要前往大港埔掠鱼。今仔日伫个议会里，审议临时稽查官，伊外号叫做 Lake Beer 吼。即个进前读过啦吼。就是迄个新闻即个管理员呢 Lake Beer 啦吼。即个案件吼。即个就是进前讲杀死一个用枪拍死一个新仔人的即个人吼。和司官长 Jan Wilson 的结论以及附带物件，2件拢是凶杀案件。即个司官长是毋是要退休的迄个？毋知吼，拢被发现有罪。James Van Neer 依然是被判死刑吼，这咱之前讲判死刑，要按照军法处死。关于司官长 Jan Wilson 的案件，要搁再考虑吼。
这是12个19，过来12个20。哦，我大概又爱困了，希望今仔我读到10点半吼。12个20有3只渔船对厦门结伴来到台湾，报告讲有5只商船因为强风密入去偏乌，迄寡船有对厦门来，也有对福州来。其中4只载有各种商品，一只载着精美的花仔，因伫咧好天的时阵，将会进来即个台湾遮。今仔日有伫山里互相联军的7个庄头的头领进来取地，代表因的村庄自愿来献因的土地互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为着要表示即个呈现，每一个庄头炸一丛细丛的椰子树要来交付，并且接受按照以早长官普特曼斯阁下所定条约的各条款，要顺服阮的政府和其他甲阮结盟的庄头保持应该有的态度。即寡人伫咧赠送因每一人一碟小礼物了后，当日就转去哦。上述即寡庄头位置是伫达加利昂的东边，伫迄座称作是底的山里，底什么意思？可能是指屏东的太武山。国称为1、2、3、4、5、6、7，就是7个庄头啦吼。这7个庄头是什么？达拉广、荷纳瓦黑、荷南高隆、高来、德达羌、荷萨卡萨基、荷阿个加北将、荷波罗瑞。好啦，就是这7个庄头啦吼。11个21。大船努德维克号함将客船巴达比亚号结伴出航，努德维克号要前往坎保迪亚，巴达比亚船要前往暹罗。努德维克号所在号讲总价值是53000号吨，主要号码有5000两的日本丁元，1000斤的白色青丝，6000斤的小铜条，3000斤的铜镯，294个日本的小柜台，1000个花盖，1000个铜制小地鼓，100匹双面的海虹，300匹单面的海虹，海虹是布料的名啦吼。20匹双面的花缎和其他的商品。用客船巴达比亚号所在号码总价值是63000号吨，所在号码有15000两日本丁元，1000斤的白色中国青丝和其他的商品。长官Vandenberg 阁下伫咧指引伊特别命令诺德维克号爱开动该上客船航行，一直到平安抵达坎保迪亚沿海。伫遐要甲迄只努维克号所在
送去上落的迄1万两的日本丁元转增到迄只容客船顶，然后要尽量较紧，搁往家己的目的地前进。12月21有2只容客船出航前拢打到要去掠伊。12月23龙桥的君主含伊的兄弟以及因的随从，坐一只容客船出航，要转去龙桥。因伫要离开的时阵，互因一个人每一人一点小礼物，因拢真满意来离开。上述的容客船特别奉命，要伫个会定中要经过金狮岛，甲遐个驻军所需要的粮食甲其他所有的物件拢送去互因。12月24，受拉管理员van尼尔外号雷克比尔，因为伊拍死一个希腊人被判死刑的判决，今仔日对长官关体育关地的地面啊读。我小查一下吼。帝吼，叫做帝，大官见皇帝所在叫做帝，客馆嘛是帝。今仔日对长官邸的前厅大众公开宣布，为着要命令，要互大家拢会当选择应该用啥物方式来处死，并且要当场来执行处死，但是因为朋友含迄个被拍死的希腊人的亲属，甚至迄寡带伫咧处地的重要画商，以及真侪其他青分的希腊生理人含规个5方的军官、长官阁下含议会恳求饶命，来取消该死刑，只罚款100里尔，用来偿付，互伊拍伤，互伊用来偿付，互要互拍死的迄个希腊人伫个希腊失去老爸的囡仔。所以伫遮讲取消死刑，公开的讲吼。除了迄个讲要开放即个，本来是当场就要处死的即个希腊人吼，到尾因为逐个人求情嘛，就取消该死刑。好，继续。12月25，有系列容客船抵达台湾，就是一只对福州舰来满载各种飞仔，一只对厦门来载有400担的砂糖含一批罐装的迄个中国姜，含200捆的粗飞仔。下晡也公开宣布，对因为杀死士兵Pieter Martens
而被监禁的 Jane Williams 死刑，因为上述的宽恕判决，以及因为有几个重要的考量，也被法庭认为，也被法庭认定讲，迄个案件毋是超故意凶杀，是意外事故来，所以就敢若是就安尼甲因料下吼，象征请参考该案件处理物件。处理物件要对通的，我无写，我无写。好，12月25。12月26，今仔日船只出入情形如下：有5只洋客船结伴前往厦门要运转去的货物有目香烟筒、咸鱼和其他货物。有2只前往打到一个山北。有2只前往打到掠鱼，有1只对厦门来到台湾，运来450担的砂糖以及几罐的糖类。该船长报告讲，人民的洋客船装载大量的死甲尸体布料，将会伫咧做军，将伫咧做军也要对厦门前来取兑啦吼。因离开遐的时阵，迄只船已经装好货物，停泊伫遐咯吼。哦，歹势，我读甲你2啦。12月28无重要事，南方清爽的天气。12月29，有3只洋客船对打到载咸鱼来到台湾遮，有1只是对芒港载着一寡盐前来前来台湾遮。今仔日也有2只洋客船出航前往打到去掠鱼，风甲天气和昨昏相像。12月30，1636年最后一天记载吼，讲有1只洋客船航往北方要去收购落坡，该船并且命令爱上述的目的，会当对迄个所在航往南方。生理人韩曼和其他新仔人对阮报告讲，海贼阿邦镇，就是 Augustine 镇的养主，以前捌当选，以前捌做过已经被消毒的老乡的部长，伫咧伊那沿海抢劫一段时间了后，被福州军借口来交付。照伊率领伊所有的部将，有20只船的随将甲兵力进入福州，伫遐伊被斩首。伊有一个部落，有一个部将，也以为是交付咯。率领伊14只船进入厦门，并且伫遐同款被斩首。因此，大家拢确信讲，西南沿海已经搁再一次扫清海贼咯。阮的贸易也将搁较繁荣落。大家认为讲，上述即个规格吼，主要是迄个拿督一官计无主使的。大家拢毋相信海贼，想要用实际的方法，伫咧因变成一股大势力以前，甲因消灭掉。上述首领阿班治捌将伊的兵力分做2条，大部分时间分头伫咧福州和厦门附近抢劫，因此被认为讲因曾经得到一官的灭虎吼，默许吼灭虎，肆意侵扰，互一官对将中获利。官职继续悬升到目前，即个都督的职位是最近所取得的。歹势，我甲你读过了，重点伫倒。好
读到遮啦吼，17分，今日提早收工者，我就爱困诶。我看一下笔记吼。哦，今仔日无讲介济吼，15条，小看一下。当荷兰当印度公司伫1624年登陆台湾诶时阵，虽然岛上汉人已经有咧啉茶，但是以地叶做药材诶习惯不过，或者是以地米做药材诶习惯。毋过伫咧即当阵，台湾诶即个地业有缘还未大规模诶商业化，荷兰人只是甲台湾当作是大明沿岸地叶转口贸易基地。此外，虽然当时大明是海禁，但是由于有私贩或者是公贩由福州等地将地叶出口到台湾。为虾米爸咪会特别讲起地米的即个代志？好，过来是龙桥18社由斯卡罗人所建立，因是本来是卑南族资本社其中一支吼。然后南迁恒春半岛，以强大武力以及武术先后统合龙桥的其他族群，譬如排湾族、阿美族、平埔马口岛。建立一个跨部族的贵族制的政治实体，也因为当地排湾族人口上多，而大致拢排湾化，伊的统治的领域最盛大应该是属恒春半岛的台东、太麻里、金轮、大沼以及屏东的恒春满洲茶城一带。卑南族的卡里卡兰部落，捌是领导卑南族管理东台湾平原以及海岸地区的权力中心。连日伫谷地战役中，卡里卡兰部落败互同款是卑南族的普悠玛部落。战胜的普悠玛部落从此取代卡里卡兰人伫东部地区的统治权。后来伫清领时期协助满清修补反清的华人乱党，因为平乱有功，大清皇帝御赐普悠玛领导人卑南大王的官衔头衔吼。谷地战役了后，战败卡里卡兰人部族中有部分发留家系族人选择南迁林密找新基地，最后伫台湾南方龙桥一带征服当地的排湾部族了后，建立一个新的政权，俗称龙桥18社。荷兰文献中敬称统治该区的斯卡罗酋邦首领为龙桥君主。伫咧荷治时期和清治时期，甲斯卡罗酋邦加上附近的庄头，算做共同收取白金或者是麝香。清代早期文献中称该地国社为龙桥18社，后期该属专指斯卡罗的即个酋邦。对伫龙桥地区的原住民荷兰人，虽讲感觉讲因所住的所在又搁水又搁歹看，但是认为讲因是 Formosa 岛上所看上文明的人吼。因的穿插上得体，妇人人穿裙长到即个骹目遮，查某人甚至有掠胸吼。妓女或者是奸人被看作是真可耻的事，每一个人敢若当娶一个某。龙桥人首领龙桥君主对部下靠有权威，有真侪士将服侍。即寡士将一直陪伫伊身躯边。
农桥君主会当对俗民收取食米或者是贡品，包含经证或者是拍拉的所得，敢若税收啦吼，那敢若收税金啦。此外，农桥君主会当指派国社统治者，也会当任意处置子民的生杀大权。若是君主过身，领导权就由大囝来继承。共款是属着族人的尊重。学界一般认为讲，农桥人势力是迄当阵台湾南岛语族中上有中央集权特质的即种政治形态。巴比哥甲咱查咧讲，几年后荷兰人会和农桥人冤家对战，然后签一个条约农桥条约。荷兰人会掠一堆农桥人送去巴达维亚做奴隶那敢若是对台即个小琉球的原住民相款。农桥官邸，好，读到遮1636年读煞啦安尼咱后礼拜再来读1637年新的一年过来。所以其实咱读足紧的要读到16，嘿啊。芭比你讲，嘿。好，真紧就会读煞啦38档尔，咱读几工就一档就读煞哟，歹势，这边啥物人？好，安尼咱来关房感谢各位。